台语文康榜来看，若要学英文，学习的资源是800款，不过其实真罕有人用台语来教英文。新北道有一个英语的老师开课，用台语透过唱歌跳舞的方式，让囡仔来熟悉生活当中的英语词，让因有兴趣来学习。Eyes and ears and mouth and head, shoulders, knees and toes。好，唱出来哦，爱唱出来哦。台语家庭的囡仔哪跳舞哪对老师做伙学英语。有新北的老师讲，过去因为参加台语强合团的活动，发现有真侪台语家庭想要让囡仔学英语，却无全台语的师资，唔才有开台英班的想法。老师表示，伊希望囡仔会当用母语熟悉新的语言。伊嘛发现有当时啊，囡仔的台语颠倒比伊搁较好。伫这款学习环境，伊甲囡仔嘛通互相学习。自细汉阿嬷做伙讲台语，对台语的印象就是做欢喜的，做幸福的代志。希望会当用这种课程的学习的过程，毋是讲好像刻意要创啥物，但是伫这种互动当中，会感觉做欢喜，互这种幸福的感觉会当传承落去。家长也表示，因为目前真罕有用台语来学英语的课，所以知影有老师开课，特别带5岁和4岁2个囡仔对同园来到新北上课，希望囡仔通用家己的母语来学别种语言。阮希望会当用台语去学世间上万项代志，会当用台语讲万事安尼。对，所以就是这种课类似的这种课程，阮嘛是做希望讲后摆会当，不管伫桃园啊、伫台北啊，也是讲伫各个县市拢会当有安尼。老师也分享，即马大部分的英语教学真接拢是以考试为目标。不过台英班的初衷是想要让头一届学外语的囡仔，通用台语透过唱歌跳舞、读绘本等等来熟悉生活当中的英语词，加深囡仔的学习兴趣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新北报道。